以前咧，三藩市有一棟大廈叫 Pirates Granite Block，咁咧呢棟大廈咧係三藩市嘅地標，而呢棟大廈咧同香港係有關係嘅喎。三藩市咧係美國西岸近海嘅地方。到1840幾年嘅時候咧，即係香港開埠咗之後咧，三藩市仍然係人口好少嘅，大概1000人到。咁咧呢度咧喺圖上邊有一個箭嘴所指嘅咧，就係三藩市嘅 Custom House 嗰度咧，差唔多係叫做市中心啦，亦都係所謂市政府辦公嘅地方啦，亦都係咧海關嘅地方啦。咁嗰度咧呢一間屋咧，差唔多係呢區咧最靚㗎啦。到咗1848年嘅1月咧，三藩市嘅歷史咧就完全改寫。當時有一則消息咧傳出嚟，就係哇，三藩市發現金礦啊！哇，當呢個消息一傳開咗咧，人咧從四方八面湧去呢個地方，人口多咗啦，佢哋梗係嚟掘金㗎啦。但係掘金嘅同時咧，都要搵個地方暫時居住㗎嘛，所以佢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建造一啲臨時嘅房屋啦，木造㗎啦，帳棚啦，因為咧佢哋咧又要點火煮食啦，又點蠟燭又點油燈，呢啲建築材料又好容易起火，咁所以都係好危險㗎喎。而事實上咧，真係發生好多次大火，每次咧都燒到全個地平晒，咁跟住又再次起過啲樓，跟住咧又燒到平晒，跟住又再次起過啲房屋，唉，所以佢哋咧就會諗，可唔可以有啲房屋咧用啲物料，用啲建築材料，冇咁容易起火嘅咧？其實喺1846年之前咧，加州咧係仍然屬於墨西哥嘅。1846年之後咧，先屬於美國嘅。咁我哋睇翻嗰間咧所謂最靚嘅屋啦，如果近睇咧，都係一間好簡陋嘅屋啦。咁咧，而且咧地上邊咧都係泥濘嘅。咁呢個市中心咧，其實泥濘咗好多年㗎啦。喺1849年嘅時候咧，金礦發現咗之後咧，三藩市就好多好多人啦。咁係三藩市咧，亦都起咗咧第一棟用磚頭起嘅屋。咁呢棟咁靚嘅屋咧，就起好之後就租俾政府咧做辦公廳同埋海關啦。咁咧就係成為咧加州嘅 Custom House 啦。咁月租咧就3000蚊成棟。咁咧，門口咧，即係正面咧，就有一支高高嘅旗杆，上面咧就係掛住一支旗。咁係咩旗咧？覺唔覺得好古怪咧？點解啲條紋好似同美國旗嗰啲條紋好似個方向好似唔係好啱嘅喎？點解條紋好似垂直嘅，唔係打橫嘅咩？其實咧呢支咧唔係美國國旗嘅，係美國海關旗嚟嘅。嗰啲條紋咧係打直嘅，係冇搞錯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喺1851年啦，咁都唔夠兩年咁樣，咁就發生大火，咁就成棟樓燒咗，連旗杆都燒埋。即係話咧，Custom House 三藩市嘅 Custom House 咧，本來係喺嗰個1號嗰個位置，嗰個 Portsmouth Square 嗰度，即係好多泥濘嘅地方啦。咁後來咧就搬去咧2號嘅位置，就係嗰個第一棟用磚起嘅屋個地方啦，就係2號。咁後來咧就係因為火災燒咗啦，咁就再搬去3號嘅地方，咁個地方係租嘅。咁咧就係因為等咧係真係起一間咧正正式式嘅 custom house，咁結果咧就係起喺第4號嘅地方，後來重建咧都喺同一個地方，都係係第5號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呢個custom house 咧到依家咧都係咧三藩市嘅地標嚟嘅。我哋依家想講翻咧就係咧2號嘅地方，就係當年嗰個磚嗰棟樓嗰個地方。嗰個地方咧火災之後點咧？有一個美國人咧叫 John Parrott 啦，咁咧佢咧本來咧係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嘅，
但係後來咧佢就去咗三藩市嗰度咧做經商啦。1850年嘅時候咧，John Parrott 咧就同墨西哥坐船去三藩市啦。咁當年咧佢係39歲，佢係呢一個非常有錢嘅人。喺1851年嘅時候咧，佢就咧喺市中心嘅地方買咗一塊地啊。嗰塊地咧就係以前 Custom House 嗰個磚屋嗰個地方啦，即係正話2號標誌嘅地方。咁到1852年嘅時候咧，佢就決定喺上邊起一棟樓。嗰棟樓咧3層高，嗰陣時3層高好高㗎啦。咁咧而且咧特別嘅咧就係用石做建築嘅，因為當時咧主要嘅屋咧都係木做啊、帆布啊咁樣，但係呢個石建築咧就係好特別，比磚咧佢認為咧係更加能夠防火嘅。咁佢就請咗當時出名嘅建築師 Stephen William 咧，就先係咧將個圖則咧係畫得清楚嘅。全棟大廈嘅外形咧，主要咧係英式嘅設計啦。不過其實咧，最重要嘅設計咧係喺嗰個大廈嗰個安全嗰個考量方面。咁咧，地下嗰層咧全部用石同埋水泥做嘅，外牆咧全部咧都係用花崗岩石塊砌嘅。所有嘅門啊、窗啊、百葉簾啊，全部都用鐵做嘅，而且係1/4寸咁厚嘅鐵。咁啊，大家可以想像到咧，嗰啲門幾重啊，嗰啲百葉簾啊幾重啊，咁所以安裝上去咧都係特別設計嘅。咁呢棟大廈咧號稱咧係 indestructible 嘅，即係話咧唔會防火啦，係唔會冧㗎。要起呢啲石建築物咧，就需要石啦。而當時選用嘅石咧就係花崗岩啦。咁咧，三藩市本身咧係有花崗岩出產嘅，但係喺三藩市嘅人咧係冇時間去開採呢啲花崗岩啊，因為咧所有人咧都忙於去掘金。咁點係揾啲花崗岩嚟咧？結果啲花崗岩咧就係喺邊度嚟嘅咧？就係喺好遠嘅另外太平洋嘅另一邊。有個地方叫香港，嗰啲花崗岩石竟然係香港運過去嘅喎，點解要咁遠運過去呢？當時喺香港訂嘅花崗岩咧，係坐住一架叫 Dragon 嘅帆船咧，由香港啦，一直咧喺日本停一停，跟住就橫過太平洋去到三藩市，嗰陣時係需要52日嘅。但係你想象咧，因為當時咧仲未美國仲未有橫貫鐵路啦，咁啲石頭如果想喺美國嘅東岸運去美國嘅西岸咧，係要由美國嘅東岸一直穿過去到南美洲嘅末端，再兜翻上嚟，係要167日㗎。咁所以原來咧香港咧運過去咧仲快過咧係例如紐約波士頓咁運過去㗎。咁所以嚟講咧，佢哋決定咧就係咁樣用呢個方法喺香港掟石頭，橫跨太平洋運過去三藩市起屋嘅。1852年嘅年初咧 Parrott 就寫咗封推薦信啦，俾佢嘅代理人Bernard Payton Jr. 咁佢就帶住咧，即係值咧4萬嘅金條啊！哇！喺加州嚟嘅，真係唔一樣啊！好多黃金等喺個身上邊。咁就嚟到香港咧，就見咧香港最大嘅公司啦 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 啦。咁佢就商討咧建築材料嘅。咁咧就嗰啲一嚿嚿一塊塊嘅磚啊，可能咧其實石咧都係跟佢哋同佢哋買嘅。咁當然啦，仲有啲貨啦，例如嗰啲絲綢啊嗰啲，梗係要買㗎啦。1852年嘅3月咧，Jardine 咧亦已經幫阿 Payton 咧用一隻船咧，嗰陣時全部都係帆船啦，已經運咗咧8000幾塊地磚去咗三藩市。咁跟住咧5月嗰啲磚咧就已經到晒啦。咁跟住就話繼續會幫佢咧係去運嘅。所以咧我哋相信咧花崗岩嗰啲一塊塊嘅石頭咧都可能係Jardine 幫佢運過去嘅。Payton 咧就訂咗價值咧4000蚊嘅香港花崗岩啦，即係香港人叫大麻石啦。咁咧佢自己親自去監督製作過程㗎。
因為咧佢一定要跟個圖則做嘅。咁咧就跟個圖則啦，就將啲石咧就喺香港度切割啦，打磨啦，啱晒個size 同埋位之後咧就標記好，咁然後一層一層咧就喺香港咁樣砌起個外牆喎。咁砌起啦，砌到滿意啦，然後咧就一塊一塊咁拎落嚟，超過2000塊呢啲咁嘅大石塊㗎。咁咧然後就包好，咁再喺上面咧做個標記。咁係邊個寫嘅咧？啲工人寫嘅，工人寫嘅標記咧咩文字咧？梗係中文啦。咁咧跟住咧就仲有一張圖咧，就畫咧邊一塊石應該擺邊一個位置㗎。咁跟住咧就運去碼頭，跟住咧就用一隻帆船啦，就運去三藩市嗰度咧，重新咧就喺嗰個地方再砌出嚟。咁啊，真係好似咧砌巨型 LEGO 咁啦。因為咧呢一批石頭咧係喺香港係由華工咧切割啊、標記啊、砌啊咁樣，所以一定要揾翻呢一批工人咧，係跟住呢啲石頭去美國三藩市嗰度咧重新再砌一次，所以就喺香港聘請咗一位判頭加10幾名石匠啊、工人啊咁樣。呢一張咧就係咧1852年咧，當年咧係阿 Peyton 咧同20個中國工人咧喺香港呢個地方簽嘅合約啦。望落去就好簡單㗎喎。第一係英文寫嘅，咁啲中國工人睇唔睇得明咧？怕者睇唔明啦。第二，一張紙就簽晒20個人喎。哦，原來係咁樣㗎。呢度咧就係正話嗰張合約咧，就放大嚟睇啦。喺最頂嗰度咧就係 Bernard Peyton 嘅簽名啦。佢簽名後邊仲有啲花紋咁樣畫嚟畫去。當時咧係好興係咁嘅。跟住咧就佢嘅手指模啦。咁跟下邊嘅咧就係20個中國工人嘅簽名同埋咧手指模啦。咁由右邊開始咧就係阿初啊、杜家啊、富祥啊。一直數過去，咁有一個左手邊呢有個問號嘅咧，有4個字嘅，咁嗰個咧應該係日本人嚟嘅。咁當年咧除咗嚟去外國揾工嘅，除咗係中國人之外咧，日本人同埋韓國人都有嘅，咁所以有日本人咧都唔出奇嘅。留意嘅咧就係咧人啲名裏邊咧有啲叫做李三啦、李四啦。咁可能咧係兄弟嚟嘅，嗰個魏四、魏五、魏六咧都可能係兄弟嚟嘅，而且咧好多咧係姓名咧係分得唔好嘅，有啲姓李嘅咁啊好清楚啦，嗰啲阿初咁其實咧係阿字咧唔係姓嚟嘅喎，係名嚟嘅喎，可能姓同埋名咧都分唔開嘅，喺當時咧係可能好難嘅。呢個咧就係嗰張英文合約翻譯出嚟嘅條款啦，就係話咧立約日期咧喺1852年嘅6月11號咧611喎，立約地點咧就喺香港啦，工作地點咧就係喺太平洋嘅另一邊嘅三藩市啦。咁做咩工咧？就係要起嗰間 Parrot Granite Block 啦。咁咧嘅工作日期係幾多咧？就計到達三藩市之後計90日。即係咧差唔多3個月啦，到達之後做3個月。咁交通費咧就係免費㗎，係可以乘坐呢啲帆船咧去到三藩市嘅。咁工資咧就每日1蚊。咁咧但係啲工資咧唔係即刻發俾你，亦都唔係每日發嘅，咁唔係每個月發，係完全完成咗工作之後咧接派發。咁咧派發咧就應該有90蚊啦，係咪？但係咧要減翻咧，就係喺香港嘅時候咧已經俾咗啲安家費7個半㗎。咁咧仲好清楚食物供應喎，每日咧有一磅半米啦，1/4磅魚或者相約嘅麵包同埋肉啦。工作時間咧就日出至日落，其實咧呢個真係好難嘅，因為咧喺加州咧日照時間咧可能係10個鐘，可能咧係夏天可能去到14個鐘，咁所以咧就係睇下你幾時邊個月份開工啦。咁特別嘅咧就係咧。立約人咧 Peyton 咧就係佢簽名嘅，但係咧呢個立約人可以轉換嘅喎。邊個擁有呢一張約嘅咧就係立約人啦。
但係咧，中國工人咧就唔可以轉換嘅喎。而且咧你做得唔好咧，仲可以扣錢嘅喎。當時啲工人咧喺6月11號簽咗約之後咧，6月13號咧隻船就離開香港啦。咁去到三藩市咧，就8月4號，即係話咧隻船咧足足行咗52日咧，先去到三藩市嘅。呢一幅咧係畫翻1852年嘅三藩市海岸嘅圖畫啦。我諗大部分都係想像圖咧。雖然係想像圖咧，但係都能夠清晰睇到咧當時海邊嘅環境嘅。用黃色圈畫住嘅地方咧，就係將來咧會喺Parrot Granite Block 嗰個位置啦。咁就係好明顯咧，其實就係喺海邊，即係話咧啲石頭咧好容易就可以運上去，就可以即刻起樓㗎啦。工人去到三藩市，除咗適應新環境之外咧，仲經歷咗好多艱難嘅。包括咗山火啦，山火嘅濃煙啦。因為喺好近海啊，咁海岸嘅如果浪大嘅時候咧，都會衝過嚟啦，強風暴雨啦。仲有一樣咧，就係咧好多人都未經歷過嘅，就係加州嘅地震啦，地震之後嘅餘震啦。咁中國人同埋中國人之間又有爭鬥啦。有一次咧，水浸咧，一直咁浸到個地盤嗰度㗎。地下嗰層咧，係最先起嘅，因為咧係要最穩陣嘅，所以用石頭同埋水泥做嘅。嗰啲石頭咧就係當地開採嘅石頭，喺個 Goat Island 嗰度，其實咧係好近嘅。咁裏邊嗰啲牆點起嘅咧？係用磚頭起嘅，20寸咁厚，哇！真係西非利啦。咁啲磚喺邊度嚟嘅咧？都係香港去嘅。咁至於外牆咧，就係用香港運過去嗰啲大石砌出嚟㗎啦。咁相信咧，希望咧係可以防火同埋防地震啦。有個花花咁嘅地方咧，就係三藩市啦。其實咧，三藩市咧係喺近海㗎啦，不過係向內灣嘅，向內灣嘅。有個紅色標誌嗰度咧，就係咧將來會起呢個Parrot Granite Block 嘅地方啦。而有個綠色標誌嘅地方咧，就係 Goat Island，就喺嗰度咧就已經有嗰個花崗岩可以開採，要嚟起地下嗰層㗎啦。咁其實咧三藩市啊、加州啊嘅花崗岩咧都係好多好普遍嘅，不過咧就唔係好多人去開採咁解啫。因為咧工作日期咧係由人到咗三藩市開始起計90日嘅，咁所以咧都要好快咁開始工作。所以一隻船一到咧，工人咧就好快咁樣將啲石塊咧迅速咁樣搬去工地嗰度啦。咁工地大家知道啦，其實好近岸邊嘅。咁咧因為工程咧呢個工程浩大啦，係從來都未試過㗎啦。咁所以嚟講咧，報章咧就係有報導嘅。咁跟住咧Peyton 咧就發現咗一件咧真係嚇親佢嘅事啦。原來咧嗰張圖則咧唔見咗，因為咧嗰啲石咧係要跟翻嗰張圖則砌翻出嚟嘅。咁嗰個圖則唔見咗，咁點咧？咁佢已經即刻寫信咧要求將一個副本咧寄翻過嚟，但係咧一來一回咧都要成3個月喎。咁咪過咗90日咯。咁佢咧就真係要面臨咧全盤失敗啦。咁但係咧幾日之後，好奇蹟咁樣，又有另一班香港船到啦。嗰時好多船由香港去加州㗎嘛。呢隻船咧竟然將佢漏帶咗個圖則咧送咗過嚟。可能咧佢一起步之後就已經有人發覺佢漏咗個圖則，就託下一班香港去加州嘅船咧帶咗過嚟。於是乎咧，工程就可以展開啦。工人咧天一光就要開始做啦，開始工作㗎啦，做運磚啊、湖水泥啊。咁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嗰陣時加州嘅人咧已經用好多機器㗎啦。
但係呢啲咧由香港嚟嘅中國工人咧，佢哋咧完全都冇用機器嘅喎，佢哋咧冇用起重機啦。咁啲冇用起重機啲石點運咧？原來嗰啲咁大塊嘅石咧，都係由人抬住行嘅喎。咁佢哋咧不止可以喺平地度咧抬住啲石行，而且咧仲可以抬住啲石咧搭上嗰啲竹搭嘅梯，摁下咁樣一直去到一樓，去到二樓，去到三樓喎。啊！當時啲人真係歎為觀止啊，因為當時啲人咧不止咧未見過中國嗰啲搭棚技術啦，更加未見過咧啲工人可以咁樣抬住咁平穩咁樣抬住嗰啲石頭咁樣行，即係咁樣行走同埋上斜嘅。咁咧結果咧砌石工程咧準時90日就完工啦。當時咧其實好多市民嚟睇嘅，好似睇 show 咁啊，因為咧佢哋中國工人嘅技術啦，竟然可以咁樣搭棚啦，可以咁樣咧搬運啲石頭啦，咁啊可以咧咁好似 puzzle 咁拍一嚿一嚿咁好準確咁樣咧係砌起嗰啲石啦，同埋咧嗰啲棚啊啲竹咧摁下，竟然可以承重力咁犀利咧，係當時嘅人咧係意料之外嘅。Pirate Granite Block 咧係一個長方形嘅建築物啦，長咧102尺，闊咧係68尺，咁咧係1852年咧8月開始建造，去到1852年嘅12月咧126日咧就已經建築完成，哇！建築費咧就11萬7，地價咧就19000，總投資咧就14萬，全棟樓咧3層高，咁咧就同埋地庫，咁咧係咧你 John Parrott 咧全資擁有，哇，好有錢喎！呢棟咧 Parrott Granite Block 咧真係一個巨額嘅投資嚟嘅，而呢個 John Parrott 咧係真係一個好有錢嘅人。有人話咧，當年咧半個三藩市都係佢嘅。呢棟大樓起好咗之後咧，成為三藩市第2棟石樓啦。咁因為當時嘅石建築咧係好少嘅，亦都係咧當地咧第一棟高級嘅私人商業中心，係咧矚目嘅地標，係當地人嘅驕傲，係被譽為咧三藩市或者甚至加州最美麗嘅建築物。而三藩市第一棟石樓咧，就係規模比較細啲啦。不過咧，啲石頭咧都係香港運過去嘅喎。邊個起嘅咧？都係咧香港去嘅中國工人起嘅喎。呢一個咧就係咧Pirate Granite Block 嗰個跡啦。咁上邊咧就見到咧一塊一塊嘅石頭啦。咁咧啲工人咧就跟住呢個圖則所列嘅尺寸咧，將嗰啲石頭咧係界出嚟嘅。呢個咧就係呢棟大樓啱啱起好嘅樣子啦。咁當時所有嘅租客咧都係最大嘅公司嚟嘅，包括 Page Bacon and Company 係當時咧加州最大嘅銀行。咁我哋見到有路燈啦，同埋咧街上面嘅馬車。呢一幅畫咧，亦都係另一幅咧，係當年1852年啱啱起好之後不久嘅一幅畫啦。咁啊，好清楚見到啲石嘅建築啦，好多人啦，又有馬車啦。咁咧，原來咧已經有2間公司搬咗入去啦，兩間都係銀行嚟嘅喎，都係好出名嘅。呢一張咧就比較後期啲㗎啦，咁咧就因為咧嗰間銀行咧就已經轉咗啦，就已經係叫 Wells Fargo and Company。咁另外咧就係中間仲有個大大嘅招牌咧，就係 Atlantic and European Express。咁大家就諗下咧，Express 係做咩生意嘅咧？係坐快車定係咩咧？其實咧當年咧喺美國或者特別係加州咧嘅 Express 嘅生意咧就係主要係做快速郵遞啊，即係運嗰啲包裹啊咁樣，運貨啊咁樣係快速嘅。咁咧就初時咧就主要都係用啲馬車啦。咁後來咧鐵路通咗之後，咁啊梗係用鐵路啦，咁一直發展落嚟。
而呢間 Atlantic and European Express 咧就係喺1855年創辦嘅。咁大家咧都見到啦，喺個地下嗰度咧係咪有好多嗰啲郵件啊，咁樣搬搬抬抬啊，有好多馬車走嚟走去啊，佢哋就係做速遞㗎啦。呢度又係另一幅啦，因為咧呢個地方咧真係一個地標啊，所以好多圖咧都會畫到呢個地方嘅。喺呢幅咧特別就俾大家睇下咧，當年咧加州咧佢出名嘅車啦。咁嗰陣時啲車咧都已經係有鐵軌㗎啦，行喺軌道上邊。不過咧就係用馬拉嘅喎。咁啲馬車咧呢度啲馬車咧就會經過呢個Pirate Granite Block 嘅門口㗎。呢度就係其中一幅咧最早期嘅相片之一啦。今次咧係特別請大家留意咧，就係呢幅相咧就除咗睇到馬車啊嗰啲呢個大廈之外咧，就特別睇下啲大廈嗰個門啊，見唔見到下即係門啊、窗啊。呢張圖就呢張照片係好清楚嘅，就會睇到嗰啲鐵閘啊、嗰啲鐵門啊、嗰啲好厚嗰啲鐵門。所有呢啲門咧都係用啲好厚嘅鐵做嘅，因為咧就係防火啊嘛。咁辛苦喺香港咧，一塊塊咁嘅大麻石咁樣運過去加州，又用咁厚嘅鐵咧，都係想咧防火啦、穩陣啲啦咁。咁結果係咪真係咁穩陣咧？就要經過考驗至知道啦。喺1866年嘅時候咧，有一名工人咧就打開一個包裹，點知突然間就發生爆炸，砰一聲，跟住啲煙啊、石碎片啊、玻璃碎啊，甚至人嘅碎片咧彈到到處都係。哇！甚至咧有大廈外邊嘅馬咧，俾啲碎片擊中而死亡㗎，亦都有好多流住血嘅傷者咧，到處呼喚佢哋咧失散咗嘅親人。屋頂咧又好似咧成個捲起咗咁。哇！當時啲人好驚啊，個個都話地震啊，地震啊。咁其實咧就唔係地震，係爆炸啫。咁咧因為人太多啦，咁所以咧連消防車初時都入唔到嚟嘅。咁最後咧點算咧？就係有最少9個人死亡啦，好多人受傷，而嗰啲傷者咧竟然好多都係咧好有錢嘅人因為呢棟大廈咧都係好高級嘅大廈。咁另外咧就係人咧就話咁 John Parrott 去咗邊咧？呢間大廈嘅主人 John Parrott 去咗邊咧？原來咧人咧關注到咧，原來咧喺同一時間就喺發生爆炸嗰個時刻咧，John Parrott 咧竟然咧就喺附近一棟大廈嗰度咧開緊咧生日會慶祝佢55歲生日喎。啲人就話啦，好唔吉利啊，好唔吉利啊。咁但係咧到啲煙霧散晒之後咧，啲人就好驚訝咁發覺，經過咁大嘅爆炸，棟大廈咧竟然差唔多完整咁樣就仍然企返喺當日嘅位置。哇！真係令當時嘅人咧係好驚訝嘅。呢棟大廈咧能夠咧係捱得住呢個爆炸啦。咁地震係點咧？加州會地震㗎嘛？喺1906年咧就發生咗非常之嚴重嘅加州大地震啦。全個三藩市咧只有4棟石建築物咧能夠企得住，而呢個 Pirate Granite Block 咧就係其中一棟大樓啦。咁地震引起加州大火啦，咁消防員咧本來打算咧炸咗呢棟大廈咧，要嚟隔下啲火嘅，咁結果咧炸唔冧，結果咧呢棟大廈仍然企喺度，成為咧多年嚟嘅三藩市嘅地標。我呢棟咧用香港嘅石建造嘅Pirate Granite Block 咧，一直喺呢個地段咧屹立咗咧成70幾年之後，一直到咧1926年嘅時候咧先拆咗。咁跟住咧就改建為15層高嘅 The Financial Centre 啦，後來改建為一間酒店啦。咁呢間酒店咧都有成95年歷史㗎啦，仍然企喺三藩市嘅市中心。藍色邊黃色格嗰度咧就係嗰間酒店啦，就係當日嘅Pirate Granite Block 嗰個位置啦。咁大家見到咧，依家就距離咧海邊就好似好遠咁，因為咧都係填海咯。
當年用香港石頭建嘅 Parrot Granite Block 咧，一直咧屹立咗70幾年啦，係同年代建築嘅建築物裏邊咧最後拆卸嘅一棟啦。佢一直睇住呢個地方由馬車年代啦，咁跟住就掘金啦，跟住帆船啦，跟住咧木板路啦，因為當時咧嗰啲泥路咧太過凹凸不平啊，臨時嘅解決方法就係咧喺上面鋪啲木板咯，所以有一個木板路嘅年代啦，一直走到高樓大廈林立，所以覺得咧呢棟大廈好有感情嘅。當年咧好多人都希望咧保留呢棟大廈做紀念啦。有好多人覺得咧，今時今日咧已經起唔到一間好似咁樣嘅大廈㗎啦。1926年嘅時候咧，Parrot Granite Block 咧就開始拆卸啦。咁咧大廈咧嘅外牆上面嗰啲一塊一塊香港去嘅大石咧，係好小心咁樣一塊一塊咁樣拆落嚟嘅。因為咧其實呢啲石頭咧已經俾一個有錢人叫 Croker 嘅咧就買咗嚟，要嚟鋪佢嗰個好出名嘅別墅嗰條走道嘅。咁咧聽講話咧拆落嚟嘅時候咧，嗰啲石啊，即係已經過咗70幾年嘅石咧，上面咧仲有啲字喎，仲係中文寫嘅添。而且咧一直咁拆咧，拆咗用咗3個月時間先拆完㗎。呢棟大廈嘅拆卸啦，好多人都唔捨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關注啦，報紙報導啦。不過後來發生咗一件事咧，更加令到人哋關注呢棟大廈嘅拆卸喎。理由咧就有一位70幾歲嘅男士啦，就叫 Henry Furman 啊，佢正式向法院申請咧，就話佢嘅嫲嫲同埋佢媽媽當年咧喺呢棟大廈嘅地基嘅下邊咧，係曾經咧係埋咗一啲金啊珠寶同埋地契，所以咧佢要攞翻。佢話咧佢嫲嫲同佢媽媽咧喺1850年咧就由洛杉磯咧嚟到三藩市，就喺海邊咧呢個地方咧。搭個帳篷咧係居住嘅，但係咧當年咧好多賊嘅，咁咧晚晚都有賊嚟，所以佢哋就要諗辦法啦。兩位女士咧就喺地下度掘咗一個洞啦，15至20尺咁深㗎，然後喺匆忙裏邊咧就將啲珍寶咧就埋晒喺裏邊，然後就走咗去後街度匿埋。佢哋埋嘅寶貝咧包括咗好多50蚊嘅墨西哥六角形金幣啦，好罕有嘅墨西哥珠寶啦。女士擁有嘅全家之寶啦，更加重要嘅咧，即係咧埋嘅寶藏裏邊咧有一個盒，係墨西哥盒，個盒裏邊有張地契，嗰張地契咧就證明咧，原來咧墨西哥政府當年咧就將洛杉磯大片嘅土地咧係已經咧係俾咗佢哋㗎啦。後來 Furman 嘅媽媽同埋嫲嫲咧就翻嚟咧想掘翻嗰啲寶藏啦，點知突然間發覺到處都係大石塊啦，啲中國人喺度工作緊喎，咁我哋就咧求嗰啲中國工人咧停一停啦，俾佢哋可以掘翻佢哋嗰啲物品上嚟啦，但係咧佢哋咧就話佢哋趕工喎，就拒絕咗。呢個 Furman 咧其實唔係普通人嚟㗎，佢爸爸都係個律師啦，咁佢咧根據法律程序咧就要求法院咧。咁結果咧，法院係受理嘅，咁咧令到全個三藩市嘅人咧都好興奮，大家都眼望住，會唔會掘到咧？會唔會掘到咧？到咗3個月之後啦，都將一塊塊嘅石頭全部清晒啦，全棟大廈清晒啦，掘得清清楚楚咧，係咩都冇嘅。另一個傳說咧就係話咧，開工前咧，中國工人咧就曾經話咧嗰個地方唔吉利啊，要公司轉地方㗎，但係 Parrot 梗係會反對啦。咁跟住喺1852年尾咧，呢棟大樓咧就建成啦。咁當時咧地下嘅租客咧係三藩市最大嘅銀行啦，就係 Page Bacon and Company 同埋 Adams and Company。點知唔覺得冇耐2年幾啫？加州就經歷咧經濟大災難啊！起因咧就係因為咧之前嗰年咧就大旱啊，根本上冇辦法掘金啦。咁呢個地方係靠掘金嚟起家㗎嘛，咁所以幾乎咧所有銀行都擠提，所有銀行都倒閉，包括咧 Adams and Company 啦、Page Bacon and Company，所以佢哋咧2間銀行都冇咗啦。
而咧當日咧係啱啱係2月23號星期五啊，所以被譽為加州咧嘅黑色星期五。好多年咧，啲人都記得呢一日嘅。結果咧，只有一間銀行咧係能夠渡過呢次咧咁嚴重嘅金融危機嘅，嗰間咧就係富國銀行集團啦 （Wells Fargo） 啦。咁佢後來咧就搬咗入嚟呢一棟咧Paris Granite Block 啦。咁佢又因為傳聞話呢個地方唔吉利啦，所以咧佢搬入嚟之前咧喺1856年咧就請啲中國人嚟潔淨嗰間大廈，然後先搬入嚟嘅。咁呢啲英文潔淨呢個意思咧，可能就係將一啲中國嘅宗教嘅思想啊，同埋甚至風水啊引入呢個地方啦。咁跟住咧呢間銀行咧就喺呢度咧一直咧係20年，而且咧係好中意做中國人生意，被譽為咧中國人嘅銀行。呢棟大樓咧所以就係首先咧租俾 Page Bacon and Company 啦，同埋 Adam and Company，就係只係咧2-3年時間啫。跟住咧租俾 Wells Fargo 咧就係21年。咁咧嗰啲人咧慢慢都唔記得咗呢棟大廈咧叫咩名啦，直頭咧就叫做 Wells Fargo Building。咁但係有一間銀行咧仲耐過21年嘅35年嘅。就係咩咧？就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啦。咁所以咧呢棟大樓咧，好似同我哋中國人同香港人好有關係㗎喎。大家都可能會諗喎，香港早期咩有咁犀利嘅打石工人同埋建築工人嘅咩？可以去到三藩市起棟咧香港石頭建造嘅石建築物，成為當地嘅地標咁多年，咁犀利？係啊，好犀利㗎！唔止喺三藩市好犀利啊，咁喺香港就更加犀利啦。我哋咧會睇一睇咧當年香港最早期嘅西式建築物啦。呢啲建築物咧通常咧都唔係中國人畫則㗎啦，又唔係中國人監工㗎啦，但係中國工人做出嚟嘅。咁呢個咧就係香港會所啦，建成於1846年啊，喺當年咧起好嘅時候係最宏偉嘅建築物啦。咁正前面咧就係皇后大道，側邊嗰度咧就係雲咸街。咁佢就喺皇后大道同埋雲咸街交界嘅地方啦。咁即係邊度咧？就係即係依家嘅娛樂巷，以前娛樂戲院皇后戲院嘅對面。咁呢棟大廈咧全部都係用香港嘅石頭做嘅。我哋依家睇睇嘅咧就係呢個香港會所，正前面嘅咧就係皇后大道啦，側邊嘅咧就係雲咸街啦。咁你見到啦，香港會所咧好靚啦，3層樓高，上面有啲好美麗、好衣着好靚嘅女士，西方女士啦，又可以坐馬車啦。咁大家有冇留意咧？喺香港會所對面嗰度咧，近山坡嗰度咧，係咧有人喺度鑿緊石啊！其實喺香港早期嘅畫裏邊咧，都不停有呢一個畫面出現嘅，就有人喺度鑿石，有工人喺度鑿石。呢度就係放大咗嚟睇啦，但係見到咧就係有工人喺個路邊嗰度鑿石啦。呢度咧呢一棟咧咁宏偉嘅大樓咧就叫美利兵房啦，就喺金鐘嘅美利兵房，同樣咧係1846年建成嘅，同樣咧都係石建築物，同樣咧係中國工人建造嘅。咁咧就見到好多兵啦，因為咧呢個係嗰啲長官嘅宿舍啊嘛，又有馬車啦，係咪？但係咧喺最左下角嗰度，你又會再見到出現咗喺畫面上面嘅中國嘅嗰啲打石工人啦。我哋喺下一張放大睇一睇。大家見到咧就畫咗咧2名工人咧喺嗰度咧鑿石啦。大家咧如果睇香港早期嘅建築物有關建築物嘅圖畫咧，呢啲咧你呢啲鑿石工人嘅身影咧，你要不停見到嘅。呢度又係1846年嘅香港初期嘅皇后大道中啦，咁就係好多建築物都開始建成啦，特別係沿海嘅地方。但係喺咧左下角嘅時候嗰度，你仍然見到嘅咧就係中國嘅鑿石工人咯。
呢個都係咧1846年嘅畫啦，就喺畫咧係喺中環嘅兵操嘅。咁咧大家見到有好多中國人喺度睇啦。咁當中國人咧仲戴住頂大帽咧喺度遮陽光嘅時候咧，啲英兵咧就頭殼頂咧就戴住啲好高嘅黑色嘅毛帽啊！真係同個即係季節啊氣候啊，真係唔係好吻合嘅。咁大家特別留意咧，就喺畫嘅最前面啦，係下邊嘅時候咧，下邊嗰度咧係咪見到好多一塊嗰啲準備要嚟建造樓宇嘅石塊啊？呢啲咧都係嗰啲香港打石工人做出嚟嘅。呢度咧就係北打山上邊嘅海軍總部啦，咁咧就係中環㗎啦，咁大家就見到咧上面有好多嗰啲打石工人，當年咧香港咧開埠之後不停咁樣建造，全部咧主要都係石建築物，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咧好多石工人喺度打石啦。呢幅畫咧係 Chinnery 畫嘅，Chinnery 咧係當年咧喺香港同埋澳門呢一個最出名嘅畫家。呢度又有一班打石工人啦，佢哋就喺東角咧就已經係銅鑼灣附近啦。其實打石咧係非常之專門嘅行業嘅，除咗到最後咧將一塊嗰啲碎石打為咧揼石仔嗰啲係可以普通工人或者女工做之外咧，打石咧都係專業嘅男工做嘅。咁大家就見到圖畫上面就見到啲工人咧將啲石塊咧打成咧需要嘅尺寸啦。其實當時咧，香港咧呢個冇乜資源嘅土地咧，唯一可以有足夠並且輸出嘅資源咧，就係石啦，就係花崗岩啦。初時咧係輸出去中國，特別係廣州，後來咧就新發展到咧輸去三藩市。當年咧香港有好多石礦場嘅，而好多客家嘅石匠咧，相信咧喺1841年開埠之前咧，就已經嚟到香港島㗎啦。佢哋通常住喺鰂魚涌石塘咀一帶。石塘咀就唔使講啦，有個石字，大家都知道同開石有關㗎啦。咁鰂魚涌又點解呢啲魚又同石有關係咧？其實鰂魚涌嘅英文咧就係 Quarry Bay，就係礦場灣。咁所以嚟講咧，同開礦開採石頭都係好大關係嘅。咁香港開埠初期啦，大興土木啦，所以突然間就有一大批嘅石工人咧嚟到香港謀生。呢啲石工人咧，有啲繼續做石嘅工人啦，有啲咧甚至咧起嚟成為工程嘅承建商喎。有好多因為咁咧而成為富商，但係有好多因為唔識得落標咧就蝕大本啦。呢個咧就係負責咧設計美利兵房嘅皇家工程師啦，Major Orridge 所寫嘅報告裏邊嘅一幅插圖，裏邊咧就講到佢咧好驚訝咧，中國人咧係好少好似英國人其他外國人用好多機器嘅，佢哋咧用好少機器啦，簡直咧幾乎連釘都唔使用一口。但係咧，佢哋嘅展現嗰種咧能力咧係超過咧Olive 上校咧所能夠想像嘅。Olive 上校嘅中文名咧叫愛秩序啊，愛秩序村、愛秩序灣嗰個愛秩序。咁佢咧就畫咗呢一幅圖咧，就解釋咧點樣36個工人咩機器都唔用，就咁用個膊頭同埋對腳就可以輕輕鬆鬆咁搬一條咧4000幾磅嘅石柱咧。仲要走半里路咧，就由礦場去到工地嘅。咁點解能夠咁樣做咧？佢哋咧發覺咧，不止咧能夠咧由礦場去到工地，去到工地嘅時候咧，佢哋咧首先起個竹棚啦，就要嚟咧遮太陽嘅。外國人咧未見過搭棚噶嘛，梗係好詫異啦。咁跟住咧就點樣咧用人力嘅方法咧，將嗰條柱咧一步一步搭個竹棚嘅梯咧，就可以運上2樓啦。呢度咧就睇咧，即係石柱嗰啲人手分配嗰度，
中間嗰條咧就係石柱，根本上跟住咧啲人咧就分配喺唔同嘅崗位啦。香港曾經有好多石礦場嘅，但係好多依家都冇運作啦，冇咗啦。依家仍然唯一運作緊嘅咧，碩果僅存嘅咧就係屯門藍地嘅石礦場啦。當年咧好多女工都係做呢樣嘢嘅，就叫做咧揼石仔，唔需要特別嘅技能，只係要將一嚿石揼成碎石就得啦。呢一張咧係三藩市一張舊照片啦。主要咧係影嗰架 cable car 嘅。咁 cable car 咧喺三藩市咧係好出名嘅。咁咧鏡頭前邊有啲外國人啦，不過喺右手邊咧又見到有一位中國人喎，戴住瓜皮帽，着住布鞋，中式服裝，更加能夠襯托咧佢後邊嗰棟石樓啦。呢棟石樓咧係就係Pirates Granite Block 啦。喺咁多張照片裏邊咧，呢一張咧係能夠真係見到咧每一嚿石嘅模樣嘅。咁我就會有陣時諗咧，真係好燙貼喎，好貼服喎，好準確喎。而且啲石頭咧，有啲係長方形，有啲係正方形，有啲仲係拱形、彎曲，仲有柱形，都每一嚿石頭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好準確。咁所以先棟大樓咧可以咧企喺度咁多年。而且咧地震爆炸都仲可以屹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呢棟咧啲大樓咧簡直咧係一棟咧係藝術品嚟嘅，簡直咧係Made in Hong Kong嘅典範啦。而呢棟大樓咧竟然咧係樹立喺咁遙遠嘅三藩市，即係我哋即係見到嘅時候都覺得係好值得好驕傲嘅。但係咧呢個Pirates Granite Block 咧係已經冇咗啦。但係咧我哋香港仲有茶具博物館喎，我哋香港仲有立法會喎，同埋其他啲石建築物，我哋香港人咧真係好好珍惜。或者咧當年啲工人咧冇人會留意佢哋，冇人咧會記得佢哋嘅名字，但係其實佢哋咧都係咧好有好專業嘅。我想象咧，當年咧，當呢棟大樓起嘅時候，嗰啲圍住建起啲竹棚啊，咁竹棚對於外國人嚟講係新鮮事啊嘛，點可以沿住啲竹棚搭嘅斜板啊，將啲石頭一嚿嚿咁運上去啊，然後點樣咧可以好準確咁擺喺啱嘅位啊？我諗咧當時啲人咧真係好似睇 show 咁啊！當年咧英國人話，點解要香港啊？香港乜都冇，樹都冇棵，係個禿島嚟嘅。但其實咧，呢個禿島裏邊咧就蘊藏咗最好嘅建造材料，只不過咧英國人當年咧睇唔到啫。或者香港好多嘅好處，我哋自己香港人都未必睇到咧。